最近中國消費品喺澳大利亞嘅品牌展入邊，其實真係出盡風頭。展會上面呢，其實中國企業專為當地設計咗一啲唔同嘅個性化產品，好似浙江黃毅華日工藝品廠專為澳大利亞設計咗夏季嘅聖誕樹裝飾品。呢一啲傳統嘅聖誕樹裝飾品旁邊，佢加咗一啲叫做火焰鳥啦、棕櫚樹，好代表到夏天嘅元素嘅角色，亦都成功襯托咗南半球特色嘅節日氣氛，吸引咗好多嘅觀眾嘅目光。因為佢設計非常之別致新穎，吸引咗好多嘅觀看者睇得到中國嘅工藝品，而且中國嘅智能產品亦都喺澳大利亞綻放異彩，好似智能騎行箱聞名嘅 Airwheel 愛爾威品牌展位入邊，更加有好多嘅觀眾嘗試去體驗電動行李箱嘅感受，亦都發揮到中國企業嘅新科技喺海外發展得非常之受歡迎。仲有傳統中國產品喺澳大利亞亦都非常之受歡迎，好似宜興紫砂組團，亦都喺澳大利亞綻放異彩。佢攞咗100多件嘅紫砂工藝品作為展覽，令到澳大利亞嘅觀眾一睹我哋中國工藝品嘅特色同埋魅力。呢啲產品其實充分表現咗我哋中國文化嘅特色同埋中國產品嘅多元性同埋創新性，吸引咗好多當地嘅觀眾，而且當地嘅觀眾睇到直頭係流連忘返添。